一睇呢個背景啊，就知道 Jason 今日咧係過嚟睇豪宅嘅啦。呢度個豪宅單位啊，比過往啊足足優惠咗60-70萬一套啊，而且交樓標準咧價值4000蚊一個平方嘅。5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去到珠海山姆店，10分鐘就去到珠海嘅環爾城啊。所以地理位置以及係佢自己自身嘅交樓標準配套啊，都係相當齊全嘅。室內室外嘅游泳池以及係健身房，仲有港澳直通車，隨時往返香港荃灣以及係太子啊。而家咧我哋上去睇下示範單位，間屋嘅採光真係相當靚啊！南北通嘅設計，139平方嘅豪宅戶型，雙子舞門。右手邊係廚房 U 字形嘅佈局，3件套咧係配套齊全嘅，我哋嘅櫥櫃啦，嗱同埋我哋頭頂嘅呢一個空調機咧，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入門呢一個鞋櫃收納櫃咧已經幫你做好咗，先感受下呢一個4.2米開間嘅超大客廳先。南北通，出邊係開放式嘅露台，過嚟參觀下佢嘅景觀咧。我比較中意呢個大露台嘅，因為佢可以做到3面通風、3面嘅景觀。由呢度睇翻我哋8字形嘅呢一個園林啊，發展商係用咗數千萬嘅成本咧去打造呢一個園林嘅。無論佢個綠植啦、園藝啦、水景啦、雕塑啦，大部分都係品牌嚟嘅。頭頂係中央空調交標。嗱，睇埋呢一個嘅餐廳，出邊有個生活陽台，發展商已經幫我哋做好咗洗衣台。咁呢一個餐廳咧，你隨便可以擺放6人到8人嘅大餐台，甚至咧再做一個大酒櫃都係冇問題嘅。右手邊係客廁，過翻嚟咧，我比較中意呢一間客房朝南嘅，望小區園林，所以入到嚟咧，你有一種好舒適啊，以及係居住之後咧，你可以好安靜嘅，因為呢一棟咧係樓王單位，位於成個小區嘅中間位置。過翻嚟係我哋朝北面嘅呢個兒童房，同樣咧可以睇到我哋嘅小區園林嘅。嗱咁無論我哋南北面咧都有住唔錯嘅景色，正所謂70年不變嘅一個景觀嚇。因為呢一個係住宅70年產權嘅全新嘅現樓。咁由呢一間房咧呢個位置朝北嘅，行路10分鐘就係珠海嘅山姆會員店啦。周邊嘅配套係比較齊全嘅。最後嚟到主人房 L 字形嘅衣櫃咧，已經幫你做好咗，用嘅係德國柏麗。過翻嚟睇下我哋套房嘅獨立洗手間先，已經幫你做好晒所有嘅鏡櫃嘅。過翻去休息區咧，同樣係有比較闊落嘅一個空間。呢一面嘅玻璃窗望到係朝南嘅小區園林啦，視野光線。成個戶型做到南北通，無論我哋4間房南面北邊咧，望出去嘅視野比較開闊，樓間距相當充足。仲有你感受下目前嘅呢一個光線係咪做得好舒適啊？樓盤配置係相當高嘅，室內室外嘅游泳池啦、健身房啦、永通巴士永東巴士直接係去接駁到直達我哋香港嘅荃灣以及係太子嘅。高配套嘅豪宅單位，單價係1字頭啫。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打上666，Jason發份資料你參考下。拜拜。